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阿明姑，欢迎收看《福起来》。各位观众朋友，一定去过传统市场买过猪肉，嗰种猪心啦、猪肝啦挂在上面，猪肉一太低摆喺十个行，有时还会有污染，比来比去。你今日要介绍猪肉蛋，唔免等看过猪肉蛋冇？呢个猪肉蛋唔但係用日本式嘅裝潢，而買嘅豬肉咪係即個翕嘅，但是呢，最重要嘅係，而係豬肉呢，係要得個新鮮咯。啊，你今日嚟分享下哋呢，東部豬肉站嘅車叔總、車老闆嚟到嚟現場。主持人好，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東部有豬肉站嘅車叔總，大家好。泰國我想問一下，頭先我哋一開始有講過，都講，而家嘅豬肉站其實大人個裝潢嘅庭也偏人哋冇共樣，你做乜想我用人哋裝潢咯？我看一個點我想最主要其實當初係想嘅屯，去日本看嘅日本人咧賣豬肉，很多金肉鋪的，但是我前台的下課都講，日本人伊哋賣豬肉可以用我提安好嘅環境去賣豬肉，想想嚟呢台灣咧賣豬肉種反差前台吼，我覺得其實當初想我開一個店嘅最主要目的都想來顛覆傳統豬肉攤的一個地方，想來改變嚟那個一個賣豬肉環境，畢竟豬肉對咱台灣人的生活係真重要嘅。迄個一個環境都無互相對咱台灣的一個整體一個形象嘛無真好。最再過來都講對咱的肉品的一個產業的形象嘛無真好。可是當初最主要都講提大家看到日本人這種嘅精神，想推一種好嘅東西帶來自家家鄉地位，來改變一下，用一種力量。來改變台灣的肉品的環境，可是都講環境真重要，可是大家經常要用樣方式來呈現一個外觀，大家經思考嘅問題是，終於我都搶到我哋以前嘅同埋親好朋友，對法國留學過來嘅藝術家的張新皮，一路信手拈來都拿到筆。只要背一筆嘅筆路吼，實在藝術家亂嘅吼，只要一筆就以書方畫了，就是如何輕腦嘅東西。伊冇同我講想我呈現樣嘅方式，伊都話先話畫一下路，伊都畫出嚟，可能我哋咧以前 Q 嘅畫係日本畫嘛，伊都用日本式嘅建築來同我呈現嘅主要嘅外觀，嗰時都。有些日式驛站那種風格。但是我有啲過太問題嚟講，譬如講，其實我哋嘛地講，我哋咧東部豬肉站嘅店裏頭，我哋咧村嘅地位嘛嗬。咁我哋嘅村咧嘛唔係講過太村，像有人我哋講，我哋咧台北市可以咧按有設計風格嘅嗰種豬肉店，我哋可以想象，因為嗰種台北市而個判得罰錢。咁總體嘅四種體位，佢按嘅豬肉店嘅，其實就睇緊有冇接受嗰種我按過去嘅豬肉店嘛，吹冷氣嘅。我想我人生地不54攏佇七家家鄉風台。我想其實我每年嘅鄉下人都係一個落後嘅一個代名詞。我當然當初想都想我囤好嘅東西裝我七家家鄉，安尼咱屏東內部咱可以發展嘛，最主要都係呢。可是當初睇開呢家店嘅時候。有青島朋友講，人家家店嘅開始用提咧懸崖上頭做嘅皇宮樣嘅，吼，伊講伊安尼講係覺得有點搖搖欲墜的感覺都得加想法很有，但係講好啊還是講壞的嘛？都差唔多是呢。有點可惜啦，但是我望呢邊咧，甚至青島嘅社會上來到我哋店望時，伊講用鄉下都有安尼地方，其實我同伊講。鄉下只是一個代名詞，鄉下不見得等於落後。可是我傾向，其實我都傾向屯咱的七家好嘅東西，留喺七家家鄉。安尼咱你普咱可以引備青島好嘅東西來說，咱會因此來繁榮同發展嘛。
咁從一開始嘅話，生意都幾好下。其實當初的時間，尤其開幕時間是把整個店面擠得滿滿的。係啊係啊，我哋遊戲。有點講開始。第一年的時候還好，因為一家店面開的時間，沒有潛力可循。冇唔啲一豬肉，有豬肉用嗰啲方式來賣，愛聽價聽的樣，就是價位上當時能囤的傳統市場高個幾十萬元，就是一般睇嚟你鄉下地方哈，還是接受度還好，就是一年之內生意還算好，但是等我哋可以一年之後，我哋再精算一下，發現到我哋賣一年都是撩錢的賣豬肉，因為那供求的品質夠好，甚至咯，有那種精肉鋪的等級，佢連包裝裡面看到一件膜都唔可以，不是唔到一件膜，係，就是你個槍嘅意思啦。可是把人工的成本都加錢多，可是都嗰位裡面實體的東西，可是可以一年係撩錢的，還算好啊！像之前因為去甲做過村莊，因為我想也。如屯村民和屯老百姓的連接還算不錯，可是第應該開的豬肉店是，他們還算非常非常的捧場，可是我本來支撐了一年，還可以支撐下去，雖然一年裡邊有小賠了一點，我覺得還好，還不錯。因為我哋一般開店嘅人都知啊，前3日啦嚇，都送銀行啦。如果我哋咧開店前3日啦，我哋朋友啦嚇，我哋咧叫做我哋親戚啦，如果來交關啦，但係3日以後呢，都真係看人實力嘅啦。哦，你東西買好冇？哦，你係咪好食咧？佢睇個人接觸到3日以後都啲嘅。可是我們可以撐到1年啦，表示講人家主要是在吃得幾好。但是我相信觀眾朋友可能唔知講。唔買係無豬肉，買緊用係用嘅無豬肉，喺我哋平常看到嗰種無豬肉嚇。可能喺鄉下地區嚟以前嘅生長嘅環境，點解攏看得到種本土台灣嘅無豬肉？無豬嘅。我啲以前睇阿婆都開始看過，嗰種無豬嘅都，講樣，嗌義工吸，嚇啊都市路，嗰種。攬到。係攬到，嗰個同到天嚟樣嘅嚇，哦，抹嘅都是。佢我阿婆都講腸胃幾好啦，係抹個都是，係你種係咪？冇錯，因為伊都係對台灣留下來原生種，嗰其實伊對一當地嘅環境同耐處事一方面挺好。等於其實因為一個有豬嘅對人客家係有親太連接，也係我雖然當時讀農專讀畜牧科。所以學嘅專業知識都是拍豬嘅，但是我做埋今年聽到阿爸一定講下嚟學有豬嘅模體改變片學拍豬啊！我想，因為有豬對咱嘅台灣嘅客家地區親太連接，第一個咱客家人都是務農地位，如果囤啲農副產品。本一嘅豬嘅食，行啊，係行啊，咁買薑酒糖啦，買豬菜葉啦，切啦都豬啊！我哋以前都講豬菜葉同行啊，後來米豬啊，而家發現個啲地波嗰度嘅抗氧化，豬嘅食得比較高，怪唔得啲豬皮全部改鹼。係啊，如果佢嚟到務農嘛，天嘢客家人個勤儉，我囤啲嚟到屋企適合嘅東西，可能啲食魚片。再嚟裝本豬嘅食，我睇上講係因為最重要係人客家人嘅信用，客家人信用到我囤出個最好嘅東西，來根本我哋嘅祖先本嚟嘅桑田啊啲來，不是，但係一定裝喺馬路有豬嘅，推人嘅生活傾向，嗰時都保留到安尼人嘅祖宗留下來，嗰時講一豬嘅好得人客家人。保重保下落嘅嘢。可是從即刻買豬肉，伊話保重哦。人家買豬肉，你聽見到豬嘅來買啊？跟做嘛做按費工嘅事情，保重嘅一件事情，係你做還是政府準做嘅？其實當初我想買豬肉，並唔係因為想我加油買豬肉來賺錢，當時冇想到也會賺錢啦，唔會賺錢工作。最主要因為講一個豬種吼，已經。我時常講吼，政府沒錢支持也快，因為台灣本地有豬肉，體能人嘅
猪的那个生育地位能占去10%，嗰第二条咯，企业家请唔上架嘅地位，因为个猪的换肉率真慢，个屠宰率真大。如屠宰率讲，人100公斤的猪的拍猪的脂肪就可以有80公斤的可以卖的东西。但那种有猪的100公斤脂肪了，存到40公斤的东西可以卖，因为相对比方嘞，佮成本都比人高，都冇经济价值。不是讲，还是讲，政府不支持，企业不投入，那个东西，但是那个猪的迄阵再冇安尼下落去吼，冇再做保种下落去，可能那个种都即将都被淘汰，被灭种。可是讲，假如个买猪肉的同时，来本他个人认识一个好的猪肉。即假如我哋成立30版一个工作，同政府单位、个学术单位连接起来，可是迄个保种的工作也请高兴，如讲台的动科系的高数的朱有田教授，伊个客家人的细路，可是同客家亲有关系。可是如果我哋睇做研究的时候，我突然个种保留方了。最主要讲，那个种的族群已经清少呢原生种的猪的。可是如果同我哋38年每一个人的猪种、猪狗的猪嘛，去除了做保种好了，那没有近亲的问题。过来做了差不多半年的时候，伊发现到，哎呦，我哋的猪的经过要60年的学的多种过程当中，已经同你以前的土壤种吼，已经冇共用了，已经讲独立种化成另外一个品种去的。然后他就发现到，原来那个猪种经过提咱的客家种学研究地位，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品种好了。可是我讲，当我哋都去讨论，既然变了另外一个品种的时代，我哋用了同一个好的品种保留下来。嗰时候其实买猪肉买到后来，係來保護我哋台灣原生種嘅豬嘅。可是觀眾朋友，其實你看買豬肉其實唔係單單買豬肉哦，其實保留我哋6對最重要嘅豬種下來。休息下哦，等下嚟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所以呢節目地位，我哋今日邀請嘅東部吳豬肉站嘅蕭小松蕭老闆同我哋講伊用嘅去學豬嘅。像我哋提講，我哋嘅國際上最有名嘅人伊比利豬吼，咁唔知可以同我哋介紹下，人家豬肉同伊比利豬食法嚟感覺有冇差別冇？西班牙伊比利黑豬，因為伊去甲迄講伊迄佇咧放牧，學嗰佇咧。橡樹底部，可是伊都設計的橡果，等於橡果完全吃橡果，伊的品質係最好。有的伊個次等級，如果伊可能放牧的時間有拉，唔過伊去講成長的速度不夠，佢有在過去那過去食飼料，這種都天一等的，如也等級不一樣，但是伊也同我哋咧有豬肉嚟講比較好來，個無可能講，伊學嘅時間比我哋個長，伊甚至會學到2年，我哋差唔多學15年以上。但是不管如何吼，豬嘅差唔多提50年以上嘅時間，伊可能咧醬豬肉如果唔會生咧，個個都生咧皮豬肉。可是也兩個豬嘅學研究，清太特色，如果伊去搞嘅油脂清多，皮豬肉清少。但是皮豬肉伊咧時間學久嘅時間吼，會造成伊咧轉化。你的脂肪會變成油而不膩，而且它有轉化，大概是可以從你的油脂會轉變成脆，吃那種唔會覺得惡心。可是你的用的係兩種係伊比利黑豬同我哋東寶黑豬兩個嘢比較相近的地方。咱人冇看過伊比利黑豬，但是有談過。可是我哋台北的政府地位。推屯的伊比利黑豬肉宣傳出去，本每個人都看得到。可是我哋講嘛，真希望講，我哋
可以台北屏东，又可以台北台湾，又可以台北屏东客家那个主种，嘛可以加入政府单位同学术单位讲个业者的三方来，他个呢共同来同一个品牌做出去，同我哋咧认证方式做出去，分要还未去加入讲我哋可以外销到外国时，可以分老板外国人。提供台湾有嘅族很多，肉对无族，然后一个肉质唔可以输伊比利去做，我想他跟你共同来努力来分，变咧肉对无族，变咧係全世界知名嘅一個品種。其實各位觀眾朋友，我哋可能有談過伊比利族，但是我哋實在冇可能冇機會識過啦。但是呢，我哋一定有機會識到我哋嘅東部無族肉嘅族肉。我哋今日現場都有幾多，我哋有樂牌啦，有觀察吼，啊，如來。推替大家來顯示一下哦，看係咪從我哋呢車老闆講安呢，真是係油而不膩。我哋睇到從講豬肉嘅脂肪，它本人啊唔像講唔是油嘅哈，而是車嘅，像講豬嘅豬油嘅部分釋放嚟，如一天安尼油加安尼。但是伊頭有講到講，其實因為豬嘅嗰種成長嘅方式冇同樣，嗰時候它脂肪可能係油而不膩，脆脆的，啊，真的是看到哦。嗰種也係樂牌，係樂牌。好，你家買最好係乜嘅呀？今日買最好應該綠嘅。綠也樂牌啦，黑胡椒樂牌。可以買有啲係德國香腸、德式香腸，嗰啲係啲一般的牌、一般的豬排。如啲梅花樂牌，梅花樂牌也係比啲黑胡椒樂牌嚟講，天意賣最好嘅。青島因為佢可以做排餐。都做個套餐，可以做嘅方法嗰度。係，嗰時都講還蠻受歡迎。好，剛才講了先啦，是天地有最有名嘅，我哋樂牌，是樂牌吼，唔好用插嘅啦，哦，佢係優秀嘅人做嘅事情。我想到上喎，雜脆哦，因為我哋平常吃來的樂牌，其實如果講的是樂牌吼，真正的會講柴柴的，好，無論上面幾多醬，你係是醬還是生肉，但是也真是。泡一層醬，但是個牛嘅味道真的幾重，好，但幾新鮮。最重要講，你吃起來真的很脆，而且因為糖都要上癮，很好吃。對，而且有咩嘅牛講啊，肉鬼盤，我將有啲地方，我講講，而且唔係用那邊嘅樂牌，都講到一細幾嘅嗰種生肉嘅用嘅，所以我哋嘅樂牌嘛，一般我哋賣過去要用嚟處理啊。也已經親，我哋已經係加工好嘅，而且係裝熟嘅。過去嘅時間只是用用微波爐在加熱就好嘅，咁我哋用烤箱在200度再烤20分鐘，完全解凍嘅情況下，200度用20分鐘都可以嘅。咁在最末用天薄嘅。我用天薄嘛可以，天薄嘅狀態裝熟了都可以。嗰時其實觀眾朋友這個賣過嘢法吼，嘛可以變化出這家樂牌。人家講，我種樂牌，人講係啊，其實吼幾簡單哦。其實如我哋那個東北五種藥站都能做好嘅，可以用天薄去做嘛可以。可以。咁我接觸下啦，我哋是養我哋的德式香腸。係對。對，一般的德式香腸冇講過，也別咩嘅嘛。長嘅長衣啊，吼，還是貴脆，但是底部一個重要咯。你講講，嗰綿密嘅嗰種味道出來，你係用嚟去做喏？也意式香腸底部最主要，如講以前用我哋如切家天然腸衣，我提議講，因為西式的乾腸底部伊這個沒有經過醃製，如豬肉攪一攪，不用香料，如香草啊，你不用去。攪拌之後，你馬上都沒有經過醃製的情況下，都可以是都製成哦一條一條。因為冇經過醃製，所以你吃的肉比較沒這麼紮實。冇像人哋啲台式香腸會結強下，會也唔會。但是最主要一個好處係都個健康嘅咯，我哋唔會，都可以唔是加亞硝酸，因為亞硝酸是為了預防。肉毒桿菌，而迄個沒有經過醃製的時間，肉毒桿菌都唔會體內
变成对人体有害的肉毒杆菌。可是也都可以，个健康唔是加亚硝酸都可以吃到健康的。但是底部的这种猪肉的味道还是过清楚。嘿，唔好讲因为讲我哋因为加一些腌制的方法哈，就是我哋猪肉都冇味道，像李医生的台式香肠，都嚟炒，吼煎好来。肉的味道可能都冇，嘿，嗰种我哋冇加嗰度啲香料、啲汁，但是要不意式香肠，要不煮嘅香味还是quite讲底部呢。最主要讲，其实在猪肉饲养过程对吧？因为经过15日以上，我哋都讲肉鸡同土鸡冇共同乱的，土鸡食得都肉都胖，土鸡食得都个扎实，个食得都甜味。係個雞嘅味道都清楚。嗰時我哋東北有豬肉都熟個15日以上，係嗰時講其實豬肉都個扎實、個貼實，甚至可以食到肉嘅甜味。咁像一般的人啊，你買東北豬肉站嘅嗰種豬肉嘅話，應該講你而家嗰度小家庭啊，無論一丁人嘅呀嗬，咁像我哋咧嘛，有乜嘅建議講，我哋譬如講，唔同你講有梅花肉。係唔能買天然好嘅，伊嘛幾好料理。佢一般來講，伊可以做樣嘅料理咯。其實梅花肉我哋最簡單的，因為我哋切的梅花肉排都切的0.8公分，嗰啲都社會上都可以做輕簡單的料理。只冇被完全解凍，只要回溫一下，囤那3塊邊的1塊都拿去煎。這叫拿去煎？拿去煎，冇完全解凍，而且煎那些鐵白。差不多煎，我盡量種水味先出來，過來油出來，油出來就再煎差不多40分鐘，再翻面，翻面差不多煎了就1分鐘，再去吃切下看咬香了會安尼咬唔同嘛，因為我哋豬肉煮個香過久，嗰時咧煮過久一些，同土雞嘛像煮過久，煮過久那會爛，係肉過扎實，嗰時切一下看食得到會咬唔同，咬唔同都再煎，迄種開嘅話都可以。如果殺海鹽的話，用好的食材，用最簡單的料理方式，都按你都可以食的，都可以食到肉。殺海鹽的話，人哋生用嗰時用嘅方法咩？如果冇再加乜嘅黑胡椒醬啊，好乜嘅蘑菇醬，都吃咗殺海鹽，都可以食出肉最原始嘅味道。觀眾朋友，我哋有啲我哋梅花肉嘅肉排，嗬，我哋嚟看看啦，係咪同我哋咧差得個講係咪真係啱好食？我說用片咯。個特色，最主要可以跟菜嗰時，菜唔會講到有呢種肉嘅呢種甜嘅味道會走出來，完全唔是用調味料。像我問一下，都來有一個豬肉鍋，有豬肉鍋香係樣的意思哈，還是拍豬肉鍋香嘛？其實我時候我感覺到。伊冇嗰種豬肉嘅嗰種臊味，係啊，但是豬肉嘅肉味幾香咧。係我想一可能係一般人有啲對有豬肉印象重啲吧，因為有啲媒體會講，有豬肉嘅啲騷味比較重。一般人嚟講糖豆會按嚟。但是我講我哋青島社會上攏反映講，最少係我哋豬係沒有那個肉的騷味，但是肉味會夠重，因為都講肉會夠久嘅，都可以吃到肉的都真實的這種味系。因為臊味啊，嗬，同肉味其實唔同樣嗬。其實臊味有時候就其實冇講係有豬，有時候拍薯嘛佢臊呢。相對來講，應該講，我哋咧有豬肉應該會過冇嘅臊味。咁像人咧有豬肉嘅嗰種皮嘅部分嘅話，像有啲醬油嘅，我講醬油啦嚇，你講豬油啦嚇，因為唔係麻啦，唔可以醬油。像你會做豬油係咪？係咪都幾乾啊？係啊。同可能佢叫嗰種暗錢咯，應該講我哋看到嘅嗰種桶裝嘅嗰種油，咩拍色嚇？拍色固體嗬，我哋你可以講哦。白色固體都會飽和脂肪酸，是黃色液體都不飽和脂肪酸。你看我哋咧，比如我哋影響個有影響，如果我哋咧橄欖油，橄欖油就是黃色液體，就是橄欖油飽和脂肪，不飽和脂肪酸差唔多75以上。我哋咧黑豬肉的不飽和脂肪酸，去經過屏科大水檢中心講嘅70.5，一斤。我囤嘅橄欖油差唔多呢，可是喺常溫底下，它是黃色的液體，唔會解凍，唔會再變拍色安尼。對，一般咧拍豬嘅，因為伊咧飽和脂肪酸差唔多
占了70%，不饱和脂肪30%，是颠倒。可是这种我们看到的拍猪的猪油的白色的固体，但是我们的猪油就是那个黄色一体，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都只是在差不多120度呀附近去做油炸的，都可以变来。嗰是冇咁樣去注重，冇咁樣學嘅方法，得到嘅豬肉同豬油，我同我哋一般來看到冇咁樣。第一下，我哋冇嚟看，做乜嘅就豬肉我要新鮮咯。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所以呢節目裏邊我哋一同睇緊人講，做乜嘅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嘅豬肉，亦得個新鮮咯。猜睇個，做乜人豬肉要新鮮嘅豬肉咯？其實我嚟講，如果應該講，我哋開店嘅時候5-6年前的時間哈，可能對咱哋開始台灣可能可以個省行個肉食東西食到好，可是一啲傳統嘅主持可能有想過講，有豬肉嘅肉質會比拍豬嘅好食，可是人都提的Google 地位用大五，在網絡上都在尋入嘅資訊啦哈，泰國以前呢，因為也請感謝到客家電視台來同人哋採訪過，伊人採訪之後，請到電視台向我來採訪，因為為到按樣保留一個台灣的原生種嘅東西。可是伊人哋咧 Google 地位，只要打到有豬肉，都可以看到東寶黑豬肉站。可是伊人會轉場過來人哋店行來，如果講同人哋講討論講按樣用人哋有豬肉安尼事。可是那我有後來像今年3月17號，來到台灣有公布嘅台灣的米其林係有20家米其林的，可是後來也按到地方20家地方，我哋已經漲回6家。哦，有6粒先生，有用到人哋嘅東寶有豬肉啦。不止6咧，因為有個均品係3顆星，其他都1顆星這樣的。有的法式餐廳哦，咁我哋西式餐廳，伊哋其實最重要愛買嘅嘛，伊哋最愛買了，最愛的皮豬肉。哦，油的部分油的部分。我哋如果是菜嗰啲，也是油的。也是油的。伊個油按樣用咯。伊都講到的，因為人全部伊的料理方式全部用乾煎，用講冇用烤，唔會加咧麻醬下而已。可是如果釋出肉的呢種原味出來，同我講這種油哈，經過學研究的時候，那個油真的是油而不膩，而且吃得到這種的體內在乎那種的飽豐潤感啦，嗰時人來體嘅，伊哋唔會吃嘛其他後腿肉啦、里脊咯，全部都吃滿了五花肉、3層肉，一煎呢，伊哋披到啲油嘅米絲。我印象中最出名係鐵板來係喺內湖嘅德朗餐廳，算超有名嘅餐廳。你香港嘅廚師來時，我哋煎啲五花肉煎呢，伊都同啲鬼嘅面吼。深深的埋在那個平底鍋，批的米絲，一批用，佢批的清久哦，頭腦我後來同佢講句話，這就是我要找的豬肉，用這種油的香味是吸引了他們，但是我哋消費者千唔好食皮豬肉。嗰種其實係咪教育我哋嘅消費者，其實托伊啲肉片啊，嗬，每人看伊下要講嘅部分，其實。按你講啦，我哋啲油嘅部分啊，我哋煮嘅食物嘅呀，其實伊最多嘅東西會寫喺係油包括伊係食飼料啦，無論講頭講嘅伊比利豬，係是橡木嘅，伊嗰種橡實嘅嗰種橡木嘅嗰種果實嘅嗰種味道啊，其實如果睇下油化啲，如果出來，嗰時煮嘅都係血脈嘅東西，伊味道好唔好食，對嗰度高級嘅嗰種廚師來講法，真係對油化啲都可以提供。唔血脈嘅，唔講唔同人講，而家煮嘅味脈嘅，其實唔是講咁多，用批的都啲。佢從一開始有講到講，人哋煮嘅愛血15日，嚇。一般嘅拍煮嘅嗰種冇愛血按久呢，嗬。一般拍煮嘅差唔多血15日都好啊，15日有啲體重都差唔多可以到100公斤，嗰時連泰國嘅。嗰種人血嘅時間係應該3批啊，係。但是我面去。攞杯陽光嘅時候，一講起你
咧复杂无咧观念，如果讲，做主要怎么学研究咯？我讲也很爱坚持，因为咱人亲弟通过学研究这些，伊咧同来讲的种咧蛋白质的转换同油脂的变化，我本肉的过程。可是讲，也都做成讲，我哋看下个肉，我哋都在爱提土地评鉴里边来看下的肉色啦，嗰咁么大理石纹，嗰么嘅咧腰眼面积一倒来，这个是重点，还是最后面咱要看那些好食的风味咯，风味嘅部分係咪個重要？我認為係風味最重要，因為你學到講了以後，食好了冇食都是往來嘛。嗰時我請堅持主要學到15年以上，也係要經過我去家做對主要經學到10年、12年、12年，一直累積講，看那豬肉會有啲甜味出來。15年只是一個臨界點。其實我哋都15年以上嘅，可是安尼豬肉那麼好食。可是目前嘅成本都變得貴多呀，也都千難兼顧的這樣。可是講，我都講，也係因為安尼企業不願意投入的地方。可是也係因為講，因為我哋堅持學到15年之後，也能可以得到米其林星級的傳統主廚的認可。可是變成行一條朋友唔會行嘅路。哦操！但是你得出來嘅東西，如果朋友得唔到東西。係錯。但是我哋會同我哋新聞裡面講，我日本嘅牛嘅啦，好嘛和牛有嘛吼，有什麼嘅秘魯啦，有啲細事，啊種嘢要做嘅喏，很容易學伊啊，有乜個特別嘅撇步嘛？其實我哋厝嘅環境比個低密度以外，個人道飼養對吧？個彈古典音樂，因為不讓他心情個好，一些，跟肉質咁好。其實我哋有個特殊嘅東西，如果我哋啤酒酵母。等下，我頭堂到我全部請問係嚟學煮嘅哦，有糖鹽我，然後有低密度嘅意思都講。我煮嘅同學煮嘅，冇像以前是安尼學嘅咩，我哋可能一啲煮南嘅地方都學個5-6張。可是如其實每一啲煮嘅有自家差唔多一啲體育嘅活動空間啦，吼。然後有比糖音樂，聽堂莫扎特古典音樂。哦，安尼係咪巴哈又唔可以係咪？唔可以。嗰個有乜啤酒酵母？對，啤酒。做乜安尼學咯？如頭主持人講嘅，我哋印象中，如果以前嘅松板牛吼，也是啤酒長大的。我都想，你府嘅地方有個強盜秘魯，強盜秘魯當時更加嗰啲副廠長係太好親好嘅同學，我想做副廠長一定要生產出來存下來啤酒酵母，咁嚟本煮嘅時候應該可以得到同啲松板牛一樣的同樣效果嘛。可是我都來吃，但是可能。牛係4個味嘛，豬嘅只有1個味嘛。對於啤酒酵母呢種嘅吸收冇咁樣，但係最有辦法記得有一辦係味嘅，結果清跳，我哋豬嘅清好食到，都味清到，味一看咧結果天然全部流下。哦，是咧鐵道酵母，造成了以傾瀉性、有營養性下嚟，可能慢慢的再調整下啲比例。嗰件嗰比例都好，嗰時都煮都可以順嚟睇下啦。嗰種啊，你是啤酒酵母嘛？對於也尾嘅，你同我講個蛋白質嘅轉換係咪會有幫助嘛？係咪講也尾肉嗰個甜一些？嗰啲肉質地方嗬，我講嗰啲肉質嘅顏色嗰個沉，如以為血紅激素沉積嗰個高，嗰伊啲脂肪嗬會偏向轉一點黃色。比拍煮嚟講，會個帶一些有一些黃色，油金嘅黃色。係油金，呢種食法嚟講，呢種嘅油脂都比一般都更好食千多。咁口感會比較好。對。咁我相信講，其實觀眾朋友可能研究，以前係每一件事情，我是難買得到。我每睇你鋪，我每睇屏東，我搶門，我睇台北，我睇苗栗，我睇新竹，我買得到冇咯？哦。一般目前我哋見到主要嘅銷售點，主要的營業額都80%都在台北地區。台北的商島都，如果看到百貨公司啦，咁我一些獨立的那個有機商店，咁我都連鎖店
买动下来猪肉，迄他个个无详细可以扫描去看下咱的官网顶摆拢有解释讲，迄哪度地方有买东部有猪肉。古时提起一般咧台北啦、某路嗰种国泰嗰种百货公司里边，可能都有人呢，算专柜嘛，还是寄卖？啊，专柜。所以专柜可以买到我哋东部有猪肉。咁还有天然问题，好像我哋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要问你讲。除了好多嗰度小家嗰度产品以外，你那边有乜嘅我哋可以想要发展的那种产品？每个后来发现到我哋的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都差不多40岁以上的家庭主妇，但还有一些经济基础。后来发现我哋想要开发种更年强人的消费者，可是我哋今年都有发展一到肉松蛋卷。肉松蛋卷吼，其实叫几流行的。係啊，日本的更年强人，其实是甜点嘛，甜点再加上我哋呢有猪肉的加工品，互相结合之下来可以同我哋呢年龄层够往下拉嘛，安尼才。咁其實像唔見啊，頭都講嘅安度吼，其實我發現我哋咧差太講唔係聽買豬肉咧，伊其實係買伊嘅品牌。像一件事情對冇人講買豬肉啊吼，我以包裝啦，因為其實買豬肉嘅話，其實伊主創我都講，我用一把豬肉吼變嗰道產品吼，然後用伊賣個好。冇人會講我即個買豬肉，係話伊即個要學豬嘅，而且要學嗰種。要學你啊三批的嗰種豬肉，其實你這個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係啲品牌吧，係咩咧？我想我哋東部嘅最大品牌核心價值，我始終講比台灣留嘅種要輪到6對5組，因為一個種目前來講要靠政府單位請大力的去支持，目前還看唔到，只有民間有對大下。發起動力量，咱可以本政府單位跟無論學術單位看得到，去搞努力。因為去搞再冇來做，一個種我在滅種啊！在滅種對咱嘅身為一個台灣人，在一個客家人來講，也係一個挺可惜嘅條。因為咱以前嘅祖先屯對態度太過一個注重啦，係挺好嘅種，但是冇本人發現到，嗰是只有去搞我哋業者點樣去搞努力。本政府看得到，政府係咪得投入一點去加信息，共同來推一個6對5組發揚光大。因為像也係我創立一個東部5組，也係最大嘅一個使命感。嗰時其實買豬肉買其實真正買豬肉，買係一種對6對5組嘅一種使命感。嗰時像今日我哋呢，車上仲係老闆，其實一路係對食品安全歸注意。專心做好每一啲細細嘅事情，嗰時今日我得到安度、信心、家底成行。今日更感謝我哋呢，請到過來嚟現場同你分享安度安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也感謝我哋呢各位觀眾。休息一下，我哋放嚟同我哋講下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璇。今日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下半身嘅運動，請大家放起來，同我同下做運動哦。下來做一個暖身咯，嗬。來，兩隻手強強啊，放下來，下放嘅兩片嘅腰誒。好，第前面是不是放起？好，到你左片，好，到後背，到右片，前面，左片，後背，好，右片，好，嚟通咗夾嘅哦，老陽拳嘅1、2，第二個左片老陽拳3、4，好，更加拿來穩片嘅，來穩嘅右片老陽拳嘅1、2、
3、4。好，来，安尼来做一个脚嘅一个转换的运动哈。来，我脚掌，好，来挺上来，好，脚挺上来，好，轮流挺上来，从脚踏叉呢，1、2、3、4、5、6、7、8、9、10。好，你慢慢地坐下嚟，好，慢慢地嚟坐下嚟，更加嚟做一個坐下嚟動作。好，兩隻腳伸出來，好，兩隻手用嘅呀，用嘅兩片，我記得都是手放來哦。好，不讓佢停，打出來，好，嚟做一個好腳尖。好，腳掌翹上來，好，再腳翹上來，腳掌、腳尖，好，入邊係，安尼腳尖係1、2，腳掌翹上來，3，翹上來，腳掌、腳尖、腳掌，翹上來。好，低腦背老人鉗呢，1、2、3、4。好，低背老人鉗呢，1、2、3、4。好。像我們平常啊，時常會出鏡嘅人吼，丟鏡嘅人吼，就可以多做下運動哦吼。更加呢來同一隻腳豎上來，豎喺好底背來，好，另外一隻腳好伸出咯，打出咯，好 keep 起，跳起嘅時節，慢慢地喺前面，可能先可以同到我嘅腳趾嘛。好，會更加個軟，好幫到嘅後肩肌群，哈，腳嘅後肩肌群，好做一個停留。做唔到嘅人怕，難度多一片都好嘅，好可以嘅人再下去，唔更加 OK 嘅，再過再下去。繼續跳起哦，冇憋氣哦，慢慢地放起來。好，更加來彎片的哦，腳伸出來，彎另外一隻腳豎上來。好，來慢慢地 keep 起，跳起下去。好，可能先可以擺動嘅腳趾嘛。嚟做停留，可以再下去一些。加油哦！好，慢慢地再過來。好，回來中間，更加兩隻腳伸出，好，兩隻手壓上來，好 ，keep 起，跳起嘅時節喺前面，好，擺動嘅腳趾，冇辦法嘅，你可以多一片怕，唔是勉強，可以慢慢嘅喺前面，好，再往下來，做停留。好，慢慢地放起來。好，我感覺我一片我個軟嗬，係痛痛啊！
好，接下来呀，动作呢，先上来做一个弯片，好，本看得更清楚一些。好，脚两只脚伸出来，好，手把那个好脚踝一片，好，我记得了，我背两个伸出，唔可以安尼哦。好，有人做安尼唔错个，好，伸出来，背两个，好绑出，好来，吸气。调气，伸出，好来做停留。1、2、3、4、5、6、7、8、9、10。好，慢慢的放下来，好再伸出。好，更加来弯片哦，一样放喺个脚踝一片。好，背囊伸出来，好，压上来，慢慢的压上来，控制好哦，唔好安尼游来游去哦，记得咯，好，莫倒下去的哦，嘛莫扑背哦，安尼係唔錯嘅動作哦，好，我嚟伸出，將肩膀上來，好一片，好一條嗱講有人放喺咧索嘅安尼。上面的雕红来用的，1、2、3、4、5、6、7、8、9、10。好，慢慢的放下来。好，通通啊，放鬆。好，按來再來一擺哦。兩隻手綁好來，好，吸氣，調氣，壓上來，可以嘅話，好，唔來放一隻手，控制好哦。1、2、3、4、5、6、7、8、9、10。好，唔感覺個吃力嘅人，你可以板輪趴，吼，唔是疼身上安尼，唔可以，你可以個穩嘅時間，你慢慢嚟放上來，吼，同個手壓過，吼，來按下來彎片哦，來，好彎另外一片哦，準備好嘅吼，下來壓過，好，唔剛剛坐穩穩嘅，冇倒嘅，好，你可以放手，1、2、3、4、5、6、7、8、9、10。好，做到嘅嘛？好，慢慢地放下來。好，兩隻腳合放鬆，非常好。做一擺哈。好，來板輪。好，那踢出去嘅哦，好壓高，好，唔可以放你腳，好，從嚟一腳切條係伸出咧，唔可以，你腳可能踢緊，安尼可以彎，安尼彎一下唔怕，好，可以，你慢慢地伸出，伸出再伸出，好，再壓高，好，停留，好，放數，1、2、3、4、5、6、7、8、9、10。好，放下來。好，彎片哦，來彎另外一片。好，好壓高，踢出去。可以把你嘅腳趾頭記得咯，要伸出來哦。好啦，放數可能先1、2、3、4、5、6、7、8、9、10。好，慢慢地放下來，兩隻腳，好，通通啊，休息一下。好，來呼吸咯，前面的動作，吸氣，調氣的時間，喺前面彎下來。好，可以發放
好，表演的脚趾头做停留。慢慢的跪在中间。好，最明白哦，开始。好，腾轮线上通下走，慢下来。好，你来，慢慢的跪在中间。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好，谈能通下做运动哦。好，好运动，能下摆能来了。